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主任。母亲节你要到啊，大家敢有好好啊，甲妈妈说多谢，感谢伊甲咱请大汉。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摇旗，摇旗汉字写作摇旗，罗马字写作121，词义旗，摇第一条，旗第7条。这字摇主要的意思是养饲，咱讲摇铃就是饲铃，好摇饲是讲囡仔健康好饲的意思。摇当作教育，是较后来才有的意思，音嘛无同。人讲双手抱孩儿，才知父母时。细汉的时阵，咱拢会当作爸爸妈妈，啥物拢知影。发生什么代志，因拢会晓处理。大汉了后，才渐渐了解，其实因嘛是头一摆做人父母，有真济状况，因嘛咧学，要安怎做才好。所以讲，等咱家己双手抱孩儿时，才知影做人父母有偌辛苦。饲囝对父母的时间、气力、耐性，嘛拢是真大的考验。俗语讲：3岁乖，4岁爱，5岁拖去台，就是讲3岁正经，囡仔还算乖；4岁过就开始会如会吵，搁较大汉，囡仔有家己的想法啦，就搁较无要听是大人的话。真济爸母就会讲：啊，真正唔知影要安怎教囡仔。伫古早的台湾社会，迄时的人讲，家母带囝会轻松，家公带囝会拖棚，也就是讲，古早时代的人认为查甫人袂晓顾囡仔，爱互查某人带较舒适。拖棚就是做代志线行线行，脱线脱线的意思。知影照顾囡仔是父母共同的责任。无论查甫查某，拢是哪做哪学，无人一出世就会晓做爸爸妈妈的啦。溜、摇旗、摇铃，双手抱孩儿，才知父母时。3岁乖，4岁爱，5岁拖去台。家母带囝会轻松，家公带囝会拖棚。家囡仔请养大汉，真正足无简单。有闲爱记哩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，定定陪伊，甲因讲一声我爱你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